第一生靈26，防盜眼見鬼。有冇諗過每個屋企都有嘅防盜眼會見到鬼呢？以下係阿芬嘅親身經歷，絕對真人真事。大約20年前，阿芬同男友住喺葵芳一個好近港鐵站嘅屋苑，但因為佢男朋友經常要到外地公幹，所以阿芬早已經習慣一個人生活。有一晚，大約半夜3點鐘，阿芬一個人喺屋企瞓緊覺，屋企嘅音樂門鐘突然響起。最初佢都打算唔理，直到嗰首音樂足足響咗3次，阿芬就完全醒晒，仲嬲嬲地走向大門睇下，心諗邊個咁鬼嘢喺度玩門鐘啊？阿芬喺個防盜眼望出去，竟然見到一個阿婆企喺門外。個阿婆好瘦，滿頭白髮，眼窩好深，呆晒咁企喺度。阿芬一邊睇住個防盜眼，一邊諗：啊，呢個阿婆咁生面口嘅，係咪新搬嚟嘅鄰居呢？阿婆會唔會俾人挾持住呢？開唔開門好呢？就喺呢個時間，阿婆突然間慢慢化開，化成一縷縷嘅煙喺阿芬眼前消失咗。阿芬嚇到好似觸電咁打冷震，全身起晒雞皮，腳都軟埋跌咗喺地下。如果係你驚唔驚呢？以後仲敢唔敢望防盜眼呢？呢件係真人真事，想知係葵芳邊個屋苑，自己估啦。